来看由民间发起的We Care 高雄团队，去年底伫高雄发起一场反抹污、反霸凌的气球大游行，有8万人来响应。即摆因拍算要号召30万的市民，讲要来罢免掉韩国瑜。另外，高雄天9日的疫情累计的病例25例。韩国瑜讲，疫情会来拓开，是因为整条拢无传承经验。讲时代力量的议员黄杰听到这个话，真不满，骂韩国瑜是史上上无担当的市长。为什么过去10几年的经验，扑灭登革热，都已经累积了这么多经验，为什么没有一步步传承下来？因为天9日疫情，高雄市长韩国瑜安尼讲，整条无甲经验传承，才互疫情一直扩散。到即马本土天9日病例已经累积25例，这讲述互时代力量的议员黄杰听袂落去。其实每一年都不断的在控制，不断的在建立 SOP， 还有经验，所以他们是非常专业的一群身经百战的人。为什么韩市长可以这样子对自己的基层的公务员说这种话？我是觉得非常不公平，他应该要回去检讨，而且应该要从自身做起。黄杰批评韩国瑜是史上上无担当的市长，也有一个We Care高雄团队，因为韩国瑜将近半冬来，市府团队的市政荒废，走掉各种政策，因此伫网络发起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活动。伫网页顶面打出一张连书，甲民众安怎写，希望会当动员30万的市民做伙罢免韩国瑜。对着这款的连书态度犹原定静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兴风作浪，有没有人要掀起带引这个风潮，我不清楚。但是如果是民众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之下表达他的意见，我个人完全尊重。We Care高雄团队表示，为着当互活动成功，社团成员不断的讨论评估、思考、甲规划，既然嘛透过秘书不断的呼声，高雄人站出来。